体育消息，咱来看杭州亚运空手道。咱台湾即届有4个查甫、4个查某参加比赛。伫个女子对排项目，郭晓松是顶一届50公斤级的头名。因那另外一个郭翠萍是2014年仁川亚运就摕到冠军。经过脚受伤休养一段时间了后，即马回来要来搁拼亚运。 亚运空手道培训队4月中确定代表团选手了后，训练更加精实。27岁高翠萍甲26岁郭晓松拢来自南投的空手道有名学校旭光高中。就算高3就一直都一起了，对，然后也是一直进到这边，所以但是可以一起出征是算第一次，亚运这样子一起出去是算第一次。台湾的好手，布农族之光，台湾之光，辜翠萍第10金。 高翠萍2014仁川亚运50公斤级夺金了后，一度家己未失去。比肩2018亚运进前，因为超重失去参赛资格真后悔。当时补替人就是郭晓松，并且在这量级摕下金牌。当看到学妹18年那时候亚运金牌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那我要重新开始，然后告诉自己再为自己打一次亚运。 为家己搁再拼一摆亚运，阿基里斯卡军却是伫过一年长期重伤，高翠萍无被拍败，半年重回练习场。当下是很辛苦，就好像你要怎么开始学会走路那种感觉，对。然后但是其实这样一路走来，就是时间过蛮快的，然后告诉自己赶快把自己就是弄好。 2021世锦赛夺冠，2022土耳其公开赛摕下铜牌，今年7月中摕下个人伫亚锦赛头一面金牌。高翠萍今年车文子云转战55公斤级的比赛，而郭晓松要伫50公斤级追求2连霸。不过伊讲今年亚运将是甲结果别战，会以享受甲珍惜的心情来面对，顺其自然，然后。 稳扎稳打，就是做好自己，那不去在乎输赢这样子。就是我的实力，我能做到哪里就是哪里，我不会去觉得说输掉了很可惜这样子。已经有2个亚运金牌，辜翠萍跟辜晓双有把握夺金的项目，这样，因为也是各国比较会避开我们的项目。那希望可以男生也可以为我们抢下至少1块金牌这样。 郭晓松一直有伤，男团队照顾男朋友吴俊伟也要出战84公斤级的比赛，也伫阵中来陪伴甲激励。8月下旬已经好甲差不多啊，希望因甲男朋友也佮学者斗阵伫亚运拼着金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